我哋會整到盾牌有破爛嘅效果，揀右手邊字畫工具，然後拉去盾牌嘅下方，畫出破爛嘅形狀。揀下面繪製造型，撳實滑鼠左按鈕，將某個範圍變成立體。喺下面揀刪除造型，撳實滑鼠左按鈕，將某個範圍嘅立體刪除，令到佢有破爛嘅效果。完成之後揀右下角完成。大家可以依照 Moodle 筆記嘅呢個形狀畫，將呢一個立體變成孔，然後移去盾牌，令佢同盾牌重疊。跟住揀盾牌同埋呢個孔，喺上面揀群組，然後揀聯集群組，令到盾牌有裂紋。